台烟实测铁证治56616度，唔但将对空气冇好处，还造成伤害。所以样板保养设计是促食物，让系最好嘅生活方式。啲系啲，唔过正经爱去做，甚至用心习惯，减怕唔系沙沙做到。唔过有一件小学，则真都该点点实现。为到每小朋友、学生儿平常食到中度嘅垃圾食物，新庄人富桥科兴国小两位对高中嘅涂条下，你下当日时嘅营养无存，已经系全部一家研发，甚至系一家栽种出来嘅食物。不过，做了事情，除了经费问题，其实咪唔简单。大早到学校上课，小朋友坐在教室度，体检事情就会摆列了准备啉调奶，还掠到小乐乐都做出来嘅调奶，所以你要啉，爱几杯都不易。汉将同学满足嘅面容度看出来，确实好啉。大礼拜我就为恁2排的调奶吼，学生吼恁都真健康吼，那一家学校住的吼，大家恁起来吼，真安心安宁。当日都期待哦，大礼拜2到大礼拜4吼，都期待恁俩调奶安宁。虽然系2日啉1排，不过小朋友还系都满足。不过汉啊本人显现来系，也是杯一杯次次调奶，并唔系攞杯是早点上来，系学校厨工阿姨。特别打造红葱，为劝教小朋友清醒磨出来嘅。你下成因大部分不卡，全部是饮料啦。唔讲我是清醒煮的调奶啦，也清烧啦。咱高中时常讲，你学校系咩做的？按因来盘讲本成因是调奶，好打造来说，虽然当辛苦啦，做到未当有成就感啦。为到本爱护空气、拒绝垃圾食物嘅观念，从细就做得落实。新庄人富桥嘅科兴国小，两几年内唔但将有学校现切材料，无调奶本小朋友啉，另外还到当日简单嘅营养午餐，提醒到有计划，全方位进行一场实测嘅食物革命。经费有限，人手唔拉嘅综合社学校，而推动有机实测，唔但将钱嘅问题，学校地图、线上、人工，学生儿系咪很配合，甚至都开始嘅时节，家长嘅衣服都系靠验。从当日营养午餐少油、少盐、少肉，大礼拜5完全有机。韩国学校地图冇卖人搭嘅福利沙，到了下科兴国小已经做咧加只学期。佢哋全部都係從了解，希望小朋友認識食物、愛護空間嘅教種開始發動。這個草一下過雨以後，又會長得很快哈，親濕生，哈，整個全面的哈，去建構一些健康的概念，哈，健康的價值。那從生活面去實際的推動，去落實。最重要是要培養孩子健康的智能。还有养成好的健康的习惯，我希望我的孩子，让他的健康是他未来的竞争力。希望成年人用空氣當作人牌競爭力，而且輔助有機實測，尤其培養學生兒從小接觸食物。高中當日到學校線上3萬強下上菜單，雖然是係3菜一湯，不過配合有機概念、營養平均，甚至係適嘅調配。完全都顯示學校為了倆午餐嘅用心。所以咧感覺是冇平衡，因為倆當健康，我袂介有乜介，有弄肉啊，介到
差唔多間壓力咪唔啲，早上落去食下去啊。阿蒙壓力落食啲營養有機嘅營養午餐，總比食牛排還好啊。牛排嘅腸油凍到油，上面食到凍配嘅料，愛食啲有機嘅，是唔會油凍到油，未凍好食。雖然講話有啲歹勢，不過看出來大家是到歡喜。尤其利用天天的調配菜色，不簡單唔好食搶菜，也係好食創口味嘅小朋友，一下食到有機唔錯，都游來游去，一啲都未唔會鬧。和安樣嘅改變，本身沒有三個成員呢，對呢位特殊嘅提出老太子講，雖然為佢辛苦啲，不過所以看到學生呢老盤菜食搶搶，就係佢最大嘅歡喜。成員食到配配啊，和是當到搶菜啊，吼，都搶做得接受啊。唔會講哦，將伊哎呦，該唔好哩唔好哈，成員按喙齒當因鼻子長動到嚟啦，還是搶菜哦，比麥界下界，是一下子是搶搶。將學生呢當作一個成員的強項，希望大家食到應用，食到滿意。老太子講到呢位模組實強強放起來，佢講雖然呢是一隻蛇條路。不過就得為下一代空前把關，前景非常快樂。和安樣嘅改變，唔但將學生呢對家庭其實沒有影響。孩子們回去不挑嘴了，孩子回去也會跟家長反教育，跟家長講說，我們學校要多吃青菜，少吃肉，然後不要農藥。就學校小孩子會把學校所學到的一些知識概念回去分享給家長。將普通嘅應用午餐變成填修成員呢心中嘅重要武器，學生呢老家長對唔到啲嘅東西都體驗到食出食物嘅好處。喺學校方面，因為學生呢唔好過食冷答，差唔多搭餐都冇存在嘅情形下，喺那就得計算食量，省下經費，完全將錢花到有用嘅位所。就算上司出現嘅廚藝，校長咪都唔浪費。用有機方式，幫學生兒從地圖學習環保觀念。用水條水調淡過後，學生兒當熟落，將兩一桶補補嘅水灌到發燃，平均灌開到發槽等，也都利用偏鬆廚藝代配，經過一段時間所產生嘅有機配。唔但將做得本學校地圖嘅食物送到前河，學生呢咪加啲體驗，環保並唔係口號，係做得真正落實嘅意義。那覺得那些菜挑掉丟掉很浪費，那我們就把它自己製作那個堆肥。那堆肥的話，它沉澱一段時間的話，就是會有那個產生液態的那個有機肥。那我們就用那個有機肥來，就是整個校園綠化美化。從這些觀念的話，慢慢去導入，讓學生養成習慣啊，讓對這個環境的一個愛護。唔但將春菜春盤製造出有機配，看下過去教人地圖大家洗手台都有從兩種方式水桶。學生嘅洗手過後嘅水，全自然就儲存下來，3年未拿來壓化灌溉。學校地圖所有嘅細節，就得講都獨該配合環保。既然生活地圖全部都係有機，按用潤同從順條兩地，仲黏黏包含番薯葉、黃鋪、蔥兒兩條嘅材料，從因就當自然應該出現。喺你細細嘅位所，其實唔係成因呢，學習客家童謠，香港認識食物最天然嘅教室。小朋友，你係乜㗎？橋哈，橋我先上去做過一張迷你啊，做2個半湯，有冇做？前拖拍前拖，剪刀水是胖胖拖，這是橋，你看個橋㗎哈，有打咯，有看到嗎？有看到嗎？啊，有。那這個就是大自然的那種循環啊，哈。每一種蟲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哈，我們就跟它當好朋友嘛哈。像有一些毛毛蟲，最後會變成什麼？對呀，各班都有一個責任區哈，那從他們種菜到這個照顧菜園啊，這個過程都由各班來負責，由老師來指導。
好，那个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教材园，好，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园。它其实实际的作用不是那么大，因为它很小一块，但是它的功能却是无远弗届。除了正式教育课程，高中本学生学到空前又融入有机环境，从发展地图聊到蓝管，其实都是顺条大学摸爱嘅电脑。今年过后出现嘅环保再生教材，和那一滴一滴嘅改变，一下全校师生已经完全适应。像我之前非常爱喝饮料，那一开始推的话，因为我是实际上执行的人嘛，我会站在那个门口，然后来看检查他们是不是有带一些垃圾的食物。但是后来他会发现，真的吃了这些健康的食物，没有吃这些垃圾食物，对他自己本身的健康啊，甚至身材呀，都有很显著的影响进步。所以后来他甚至还会当纠察队来告诉你说，老师你为什么会偷吃？从校士人达到基测，甚至爱到有机实测，复兴国小对高中到全部师生嘅3万下，已经变做实实在在环保学校。不过上嘅空间生活，总共系要经费，尤其有机树果成本按高，可能很需要相关单位来承收。希望政府单位全力的配合农委会、农委会也好，农委也好，社团也好，社区所谓的社区的一个。有机概念他这个都推广落去，普遍化落去，他这个就向也方向来走。要亲子自然，我相信价钱就会带。他这个拢许多下营养下好的，价钱也便宜的，营养价值高的，样方式来走。确实係講見到學校向前，見到民眾各自有機食物嘅價值，就可能會本大家買起。一下183屆復興國小有機農村。已經天天寫落順條嘅小學體能組，雖然族群還未清態，不過是喺空前環保觀念當中，也從當做意義嘅實踐革命，就會發展開來。